4月11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靈敏度好高嘅人，帶有靈性、沉穩、好認真，做嘢唔會半途而廢。你做事嘅風格好低調，講嘢咧特別有重量。你身邊嘅人咧有時無法理解你呢一種嘅思維同埋言論嘅。喺靈性層面上面咧，當你可能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，你眯埋眼，跟住就會聽到一啲內在嘅聲音，甚至可能係神明嘅指引嘅。而感情方面咧，你係個浪漫主義者，揀人咧好有眼光，亦都好獨特嘅。你會比較着重心靈上面嘅交流多啲嘅，但係當你拍咗拖或者結咗婚之後咧，你就好容易被另一半影響嘅。而喺性方面咧，你認為係一種開心啊、好歡愉嘅交流嚟嘅。咁但係呢樣嘢咧，亦都好睇另一半中唔中意性呢樣嘢。如果佢係會比較冷淡、會比較冷漠嘅話咧，咁你有機會咧會有外遇同埋出軌嘅情況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咧，你好有獨創性，好有 idea。咁如果係從事一啲嘅藝術方面啊，或者係心靈方面啊，都可以好幫你揾到錢嘅。財運都 OK， 但係你對錢嘅興趣唔係好大，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唔好再介意到底呢個世界上邊係唔係有人真係明白你啦。無論係我哋身邊嘅人啦，或者我哋嘅父母啦，你嘅思言行太過獨特，佢哋未必會真真正正去理解。多啲運用你嘅直覺，同埋咧你講話係好有重量嘅，開口重啊，講嘢就要小心。善同惡呢樣嘢咧係好大分別嘅，所以說好話，存好心係我哋之後要做嘅嘢啊。